如果你有內耗嘅煩惱，或者最近你覺得能量有啲低嘅話咧，一定要睇下呢個視頻啦。首先咧，我哋要了解點解會內耗呢？因為你將所有嘅能量都係用喺攻擊自己，經常咧過度擔心、遇刺困難，過度咁樣去自我否定，呢啲負面情緒咧就白白消耗咗你嘅能量，令到你根本就冇精力去自我成長。如果想真正走出內耗嘅關鍵咧，你首先就要停止自我攻擊。一個心理學嘅調查發現，80%嘅內耗咧都源自於完美主義。我哋好中意對自己過度咁嚴苛，凡事咧都要做到100分，要求自己足夠努力、足夠自律。完美主義喺心理上叫做乜嘢呢？全能自戀。萬一結果咧唔係你所期待嘅，你就開始自我批評啦，不能接受、自我懷疑，感受到好大嘅壓力，感受唔到生活嘅美好。我哋要做嘅係要有幻想嘅世界回到現實世界。焦慮係來自於你經常與他人比較，總係覺得自己唔得，千祈唔好覺得人哋身上發光就覺得自己暗淡。我哋咧至少對自己要平視，唯有平視咧先至可以看見真正嘅自己嘅。第二就係大方咁樣承認自己嘅優點，培養自我認同感。懂得欣賞別人咧係一種能力，懂得欣賞自己啊係一種智慧。唔好忘記啊，自己係獨一無二嘅，學識自我賦能，內在咧就會有力量，有力量咧你就會專注喺發揮自己嘅優勢上邊。第三就係多啲讚賞鼓勵自己，每日朝早瞓醒對住鏡同自己講，相信你今日一定會做得好好啊！我愛你，你真嘅好叻。夜晚瞓覺同自己講，辛苦啦，你要忘掉所有嘅一切煩惱，好好咁休息啦。所以咧，多啲俾自己一啲鼓勵同埋讚賞，相信你嘅內在咧會越嚟越豐滿，越嚟越自信，變得越嚟越靚啦。關注尹老師，你會變得越嚟越有能量。